家好，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起来咧，我是综艺群阿群妹。今日阿群妹好，要同大家讲一个好消息咯！客家电视台又有新节目要播出了，有个节目按到后上太上宫，好，竟然好有后上也两集时就表示好，也所有节目嘅唔管係主持人，也係來賓，全部都係後上人，包含嘅阿群妹，咪係其中之一咯。係我同大家講，好有個節目就愛來賓後上人分享當到佢哋自家嘅想法，講出佢哋嘅深度化，係個係用客話來講哦。故所大家聽出我來多多支持一下，看下有啲後上人按到乜嘅出頭後邊，也係沿線來看一睇樣片。以日擺充氣打工，到街路上發傳單啊，唔驚風啊，唔驚水啊。其實喺台灣沒有發傳單，其實係沒有，唔過咧，睇世界都有啦，可能係上海發展一下。譬如一擺出同歡喜，人嚟講，你講你就有獎金咩？同歡喜標版嘅獎金咯，標版嘅獎金咧，結果呢轉過下來看60條天天，60條哦，配600哦60條。香港太上宮，要發太假宮。哇，懂精彩有冇？全部要方面看起來賞心悅目，男的帥，女的美，就會有到節目嘅特色老風格咯。細細嘅嘅來分享，有到節目後上太上宮嘅主持人阿忠谷，韓國人嘅後上嘅代表阿小虎分享。觀眾朋友，歡迎收看後上太上宮，要發太假宮。歡迎來收看後上太上宮嘅節目。今日我哋邀請到嘅來賓係阿群妹，從一拳撞上來分享。係安尼係冇？一下就變來賓就變來賓嚟，要變佢主持嘅。哇，原來就是安尼，係來創位就係耶。冇唔錯，根本就係來踢館。係安尼嘅，故所其實吼，阿四總同阿小鳳也都兩三今日代表也後上太上宮，有按到人按到佼佼者都啲啊節目當中也都根本就係代表來就錯嘅。同大家來分享一下後上太上宮也就節目，算落愛太上宮嘛嘅。太上宮嘛嘅吼，嘅既然係呢個節目嘅。算係主持嘛，靈魂人物，沒有靈魂。哇！呢個節目其實係指到係本後上人嘅平台來分享佢自家嘅想法，係個呢係一個談話性嘅節目。雖然講係談話性嘅節目，不過你乜嘢都做得講，就比如講係下嚴肅嘅話題，比如講你過順過後嘅未來。溫用版來講，係佢唔前頭路家下，咧他成發嘅題目咩要講到，比如講乜嘅有什麼怪癖啊，會做乜嘅事情啊，談戀愛嘅時間，溫用版來選擇人嘅對象，最主要就係乜講乜嘅，你呢個節目唔單止愛上你嘅後生人，韓國愛上本地嘅你客家電視台客國中國年紀嘅族群來看呢個節目。冇唔錯，故所嗬，你後上太上宮，天天就愛來播出咯。上來乜嘅時間愛來播出，請阿四總同大家講一下。咪知道阿群妹嗬，大外門哦，大傻就係大切春，乜嘅時間就係2禮拜5，10月19號起始，大閘拜5暗晡頭9點，天窗愛來收看後上太上宮，要發太假宮哦。同好講嘅咗節目嘅 slogan，因為嗬，呀節目嘅所有嘅成員全部都當後上，全部都當有法律，韓國有可能有啲位後上人嘅成員，大家有可能有啲客家電視台有看過，有見過面。故所其實呀後上台啊，有當多少人？主要係差唔多6-7人，同大家來分享一下呀後上台有按到乜啥？首先當然我嚟紹嘅係順風啲沙，很多黃小虎，阿小虎，冇看見按後上，有幾妹呢？要唔是講出來，要唔是按後面，怎麼可以先講出來？這樣子你就沒有機會把女朋友是嗎？那你講，按阿妹很多小湯圓，要佢懂發跳，然後又會做戲，又會唱戲曲嘅，不錯睇㗎。哇！要宣傳嘅相片看起來當演導呢。真嘅呢，哦。同本人冇乜嘅相，唔係啦，唔係冇乜相，嗰種係。係啊，老時代下嘅黃小鳳無佢，唔講佢係嘅桂林前佢用嘅一生，因為老佢相處我就會知道，呢生意真嘅同外講。而家講錄嘅嘛桂林真係嘛，也私底下講係錄人心啊。好啦，看起來係真嘅有一些錄人心。冇啦。
出題啦，因為你還沒有聽到嘅講些啊，比如講像係老外最有人嘅就係曾志怡，阿志怡，你下上年做嘛講老外動物園，佢係我研究所嘅學妹，研究所嘅學妹，咩係佢嘅學妹？哦，戲曲學院，戲曲學院學妹，研究所就變我嘅學妹，就係咯，佢係嘅咩都我不有主持啊，咩會唱歌啊，接送老家男朋友出去表演，嗰種我知道你下上年係咩係嘅。嬌小可愛嘅細阿妹同定一下，沒有去比那嘅大擂台，真嘅，那該就愛。那我一個細阿妹就係李嘉、李嘉，你下上年咩係一個動發條，看到佢就知道開心果。亞洲嘅講係Andy客家天使台目前出現身材輕隻群 model 誒，真嘅，因為有細妹真嘅動過，身高867，還有非常標準嘅身高，真嘅，佢咩會主持，我不會就動接上看得到，因故說我知道你喺兩上面給我的威脅力很大，有可能隨時都有可能篡位。哎呦，很恐怖啊！講到都我不會主持，還有那個上面沒有到我不會主持，就係總百強，你主持還較厲害哦，還較厲害。唔過我做的不怕，我跟他不同領域沒關係。中英文，專業主持布萊德。對，法語同英文都講好，也阿百強嘛。唔過佢學客家咩學到懂英文就錯。基本上嚟兩節目之前吼，喺無嘛會講下，為到兩個節目，佢老家爸爸嘅幸福嘅老家爸爸學用班講下，嗰時候兩錄節目之兩個知道嘅客家進步。進步青島呢？啊，真係都冇嘅難，因為我談過人哋有節目嘅錄製的準則嘅標準，就係客家嘅比例差唔多幾多，同埋有分享。我七講因為最少要7上啦。7上，其實我知道超高嘅，因為我看7差唔多啦。哦，我七家去錄節目，我知道差唔多8、9上有嘅。係啊，要8、9、9按多，差唔多。一開始可能係15、6，差唔多。一開始，剛開始6樣嘅時間。差唔多15、6，我就知道有做得咧。到後面嘅時間，佢就知道做唔得，嘅標準要幫他搞掉嘅。嘅三下來還有一個大家價值品上是要看偶像劇，還有看廣告，就看喺度咧上很多林冠群，加一名很多林雅航啦。不過咧上真係上到歌又演到，真係 model 有種奶油小生嘅感覺。對，假使你有看嘅鬧熱大擂台，沒看到佢，佢咩要來比鬧熱大擂台。嗰個真嘅到處的佼佼者都來到我們的節目，唔錯，還有創作歌手，你都有節目當中。咩係有比過鬧熱大擂台嘅飛劍啊飛劍，我看見按後生又按好創作，佢咩有兩個妹嘅，唔錯。你的學妹，假妹係假學妹。哇塞！這世代結合的，對，這世代結合的很奇妙啊！哎呦，真嘅，你看，人家媽媽真嘅。講完後生媽媽喺土地兩個細妹嚟創作嚟講客家，真係動厲害。古時候因為按樣冇佢用兩位嘅人動到，冇佢用年齡層嘅動到，唔過大家適合到鄉下，就係鄉下來分享冇佢用嘅觀念，分享冇佢用嘅議題。哦，唔過我哋想來問一下阿小鳳，今日同阿總顧來到有節目當中，同大家分享一下。你心目當中嘅阿總顧，佢用嘅幾啥？人家係切椒呢啊！你看上啲咧都叫人滿意。好好講咯，好好講係嘛？你節目忙到睇下啲嘛？好，那私底下坤用嘅槍啊，哈！好啦，從我原本咪學我台北行人，我是因為讀戲劇學嘅啊，然後還有我爸爸為咗我讀書講啲福客我講客嘅比例，古時我想學講客，我。從我啲年齡層咪有當當然已經曉談唔曉講，結果我三唔知講，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。唔錯。係啊，佢唔單止曉講呢，係啊曉講乜嘅吸煙啊、壞料、尿片、太普，還有一隻乜嘅男吸煙，曉講還曉拼音，對嘛？根本就我們的還有上台上講嘅行動字典。他就話有時間給問，那個鎖骨客方用不講，我就對人堂度翻翅骨啦。翻翅骨，然後來 QQ 唔記得來講，乜嘅銅齒棍，就係一咯，乜嘅銅齒翻翅。哇，
哇，真係阿總公有冇硬強啊？因為像我講事嘅，我愛學會了，我竟然學當叫嘅，其實我咩冇動音陣啦。你真係學術派。對，我想學，唔講我學當叫都冇辦法講到當好，你用嘅學做得好，按到西海太平、南西煙全部就會講。係啊，唔講我咩唔啲用辦去學。冇啦，而家成發之中咪吼，然後就存到合法、研究合法、個講合法、搞合法。對，合法有熱情嘅，好上癮。他的人生沒有別的，全部講合法。我覺得因為我本身咩有研究合法嘅，我就做兩個研究方面。故說我對於咧學習語言方面就有一個莫名其妙嘅熱情，像我從日本方面去自學，也沒有在補習或什麼之類的。我知道咧係個反應嘅，因為我從細阿公講事，阿婆講開了嘅反應。哦，所以你喺分學咯。係啊，故說我從細講四海腔啦。哦，原來係安尼，故說也就係有客家魂同語言魂、客家魂同語言魂嘅後生人全部就喺節目當中，後生台上講，其實還有多多嘅內容愛同大家來分享，先休息一下，等下再個轉來。歡喜來到兩片來翕相翕，而後生太上講嘅宣傳，希望做啲除咗合法做啲講下合符條以外咧，係希望有兩節目來做到還好。大家好，我係土司總阿總顧。大家聽眾愛來收看後生太上講，你有法太假講。哇！有看到呀預告片冇？用看起來按相依按好看呐，有質感，冇唔錯，非常嘅有質感。呀，我就冇奉騙講誒。我用知道我幾樣子較超咯。還有哦，呢個節目其實已很豐富，還會變胖，還會變太強。故實其實有個節目，就像大家剛下看到嘅樣片都很強樣，就係也是合喺當到後生人，大家強下來分享生活當中嘅事情，係一個非常流行又非常後生嘅一個節目。哦，故實阿總顧將你啊來主持呀後生太上講，其實係一個算一態型嘅電視節目。真嘅，咩係初體驗。T100來主持電視節目，就主持按態型嘅電視節目。真嘅呢，這樣是敢共用誒。什麼客家電視台？真係你可以哦，頒獎給你。就還在那個金鐘主持人面前，真的是很排斥。冇啦冇啦，啲嘢節目係咩？係張來賓聽聽啦。哇，你今天就來中嘛，然後沒啦，今天不是來互相傷害，好嗎？沒做咧，就在講，因為我頭擺係主持廣播節目，咪係一個談話性嘅節目。不過嗰種人嘅節目，它搞怪的誒，就是比較搞怪，也是跟年輕人有關係嘅節目。然後我平常時咩都用路有做一個較搞笑嘅樣片。我兩個節目吼就會吃到當有壓力，所以講除咗合法，就像大家講到合法講較無聊以外，還會平常都會尋幾條資料，比如講你較講較沉刻嘅嗰種主題，比如講尋條路家下，我就會尋個這幾年的失業率。什麼哩？係太快幾多？本大家有啲的，你下後生應用版來尋條路有多多嘛？咁樣韓國人自家知道吼，平常時大家都5杯糖都會合法，可能係吸煙強啊、海陸強啊，尤其係苗栗吸煙強最那個嘛，最優勢嘛，優勢強調。古時候我都兩個節目當中，我就會知道，除咗倆吸煙以外，我就會想來講。我自己嘅母語就是西海話，頭人嘅西海，大家可能平常時還冇接觸到。可能講誒，佢看到係講西嘅，佢看到飛行機佢就講快啲哦。有太普嘅來賓，我就來講太普。我知道係啊，動聽咧。我希望大家都兩個節目嘅時候，其實都會看到後生人會講下韓國
你还有上很多少数腔调可以在我们的节目上面呈现啊。其实冇講咩哈，真嘅冇感覺佢第一擺主持，真嘅，其實你要唔可以講重啊哈。對，你要到第一擺6樣嘅時間，第一次進口，唔會講上來啊，立刻糾正，客家活字典，我就知道我第一擺去看人的6樣嘅情形，我有去你客家電視台，有新的節目開始，都會去看一下，我想講哇。一條好生意，客話用會講到暗動，用會暗腔啊。其實我有真嘅有學到，因為就像阿小鳳一開始有講到嘅，亞下嘅好生意作為講客話嘅比例真嘅已經動大。見來見色，大部分假使糖嘅時就會本去懊惱，誒，唔糖嘅時客話。哦，韓國人就一年按嚟630下來。韓州的公安都合法，聽到按清楚，啊，四種韓州的主持都按好，這個都冇簡單的事情。我知道你係一種練習啦，本來個父爺、細時節、阿公阿婆土大嘅感覺。係啊。大家所有人全部做到不卡，結果唱到爸爸媽媽合法用嚟講。係有上次我轉戲咪嚇，就講而家開始講客，咁啊，我呼吸係。哦，強迫自家都學講客語嘅反應度好，按樣合法就會見練見好。係啊。哦，嗰時候其實像按樣嘅節目講嘅動動無強樣嘅主題，嘅你兩啥比如講親印象親沉嘅主題有哪條嚟同大家分享一下？阿小鳳先講。哦，我種係印象最沉嘅主題應該係講還是要說再見。哦，遊戲。遊戲嘛係，那一集很用嚟嘅，我講嘅內容係講。假使我喺人生存24點鐘，我要做乜嘅事情？像啊，一般的主題全部係討論生活太些事情啊，分享經驗啊，經驗。我排些那個主題你冇經驗，因為你有經驗，你就唔會吵架咧。講不來，你的經驗是什麼？那個你剩24小時，我沒有勝過這種經驗。對啊，然後基本上還是想，因為我忙着想過安的事情，它等於是有啟發性的一個題目，它啟發你就要去思考這個問題。我跟人想，哎呦。係哦，我從來哋，他有家庭有生意呢，係冇按呢問題，如果放在我身上的話，那真的是一個很大的衝擊。我跟我就想，跟住可能我做到乜嘅事情，留本生意的啊，留本啊屋企人啊，我本用安尼。我跟我就想到乜嘅6樣片。哦，真嘅，我講是6樣嘅時間吼，其實做得先講一啲啲嘅本，大家批評一下。做乜嘅呢？因為啊，真嘅係動感同韓國要做得本，自家來好好思考一下，假使你人生存短短嘅時間，會做乜嘅事情，做得做乜嘅事情。我那時候是錄影片啊。對，我6樣片本冇嘅。人生到底是大拍行，然後係有乜嘅做咧乜嘅事情。對，嗰時候也還是要說再見，也是吼，大家都叫到動凄慘。對，只有阿師總彈做的。我做唔得叫啊！你好專業哦，因為教師講我主持人，因為叫到動凄慘。我跟他講說好，大家可以咯 ，OK， 那個眼淚收一收。冷靜的制止大家。嗰時候嘅阿總講，這個英雄同沉嘅主題有係乜嘅？這個英雄同沉咧，因為我平常是有啲關注老公嘅議題，就老公議題、老公嘅議題嘛。嗰時候我對像係後生人就業。就業問題啊，還有乜嘅大家會講乜嘅畢業就係生涯呢個議題，我就會平常會關注嘛。就像喺我去咁樣去尋資料講，後生人做嘛，然後會講到畢業即失業，其實這不是我會知道兩係後生人問題，係規則太環境、太xã會嘅問題。你當到嘅斯坦人會講，你後生人吼，真嘅哦冇練習啦，頭擺吼，你嘅想法啊，按艱苦還沒過來誒，然後唔對人哦，聽會。嘛個聽會拗嘅咩？係唔係咩？其實唔係按人，我知道。其實你下後生人做嘛會做成法按艱苦，其實係環境嘅問題。你係唔免本大家來傾下來討論到底，你下後生人用辦前條路嘅問題。哦，那期也是討論的很激烈，很激烈哦，那一集，會把冠老闆的語言都搬進來。真的呀，我是讓你練習，不是讓你來這邊賺錢的。一模一樣。跟條價應該做唔得看電視哦。按用冇？對，不過其實除咗按用英雄同沉嘅主題以外，其實沒有動到動神奇嘅主題。你有啲較中意嘅神奇嘅主題有哪啲？阿小鳳先講。啊，嗰陣時有講到個主題，講紅鴨翅誒，唔係嘛？紅鴨翅因為佢最好食咩？看你就點咩？我出的好食，同外食，係
很多底色，含底声还是色东东，你知道？你讲到红鸭吃没哈，那就会觉得很有干劲，对吗？就懂分析啦，因为俺朋友全部懂好人係紅鴨翅，因為從細蚊嘢咩哈，紅鴨翅食2-3方嘅就都是飽嘅，係啊，天天嗌咩哈，一路吃到底。啊，因為你是個垃圾桶的概念，愛生意還有就阿師傅，我講個按拍好唔好？行動廚餘桶嘅，什麼態度全部變本給。沒啦，反正就講到紅鴨翅，因為愛好食，我喜歡吃東西，按紅鴨翅的節目美好，就覺得啊太好了，因為有按的節目，不敢發揮按的。除咗像呀紅鴨翅啊，咩有嘛個講星座啊，跟阿師總稱號的係嘛個主題？稱號就是乖票。乖票，你們好私密哦，怎麼會這樣子？也都暗沉嘛。冇想到，兩個節目喊做嚟談兩家人嘅乖票嘅問題啊，像係有人啊，馬有時我都話咩幾樣事，人家節目裡面有人啊，冇講乜嘢，有人講嘛嘅歐式中文檔號用2-3種衛生紙啊，這不是很合理嗎？咩？就已經出槍了，已經還有一種強迫症，對嗎？對，就是一直要出的啊。韓國老衛生紙，這都一個角度啊，然後啊，永遠食東西好加蒜頭啊，就會黃色紅眼冇講啊，之類冇想到呢種主題咩做嚟來講，係用客話來談呢個主題，你咩動神奇嘅？哇！以後怪票就會八卦啦，冇八卦，原來係暗的哦，睇假逼咩？對，就像連怪癖啊，劉老師，平常時根本就唔會用客話來講怪癖啊，劉老師，人家就喺節目當中動接講，見講，故說也嚟後生嘅，主要也就客話淺嘅表到人嘅生活當中，本大家再個看到客話啲後生人嘅生活啲都會用嘅，故說其實嗬，亞套節目真係非常嘅精彩，就啲禮拜5號10月19號禮拜5晏晡頭9點就會來播出，大家聽咗愛看，唔過還有當嘅內容愛同大家來分享。先休息一下。好，歡迎大家又轉到福起來咧，我係綜藝圈阿權妹，今日節目當中吼邀請大家吼聽下來看啊，呢後生太上講嘅後生嘅，所以我同大家來分享嘛，加有講到吼，要隻節目低度連怪票就會講到，所以你用晒嘅怪票係嘛嘅，其實還有當道嘅怪票，當道你冇看嘅怪票就會到呀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，不過今日先同大家講一啲啲咧，因為我到節目上吼。冇嘛嘅分享到我自己嘅怪票。佢當上當來賓唔掂啊，佢當唔上主持嘅話，佢當上講唔掂。多按了，哎呦，我就真係講嘛。搭敗來開啦。係啊，真嘅，後尾啊，我自己吃到我冇怪票。哦。強迫症、強迫症。係嘛嘅？就係講我嘅行路嘅世界，就是我的第一部聽錯愛真腳。聽錯愛真腳，跟人家是講。做腳行出去，都把骨再去，我重新來一遍。我來了周國炳嘅任務圈，因為周國炳一定是左腳第一。那跟牛周炳嘛，還忙古周愛。跟周炳嘅時間用個啥？一是左腳，二是右腳，來1、2、1，我覺得不會。你看，像我們以前也上過軍訓課啊，我還是會改正。我在那個當下，給容死我的。頭腦就會自己轉換頻道，然後下口了還有再快是八股，他見到鋪唔錯嘅推進來。將來看留台嘅時間，聽日鋪聽日段哦，聽錯愛真數腳，一定要。啊，跟你真嘅，跟教師講，真嘅要踏到做腳咯。那就要趕快變換。快速在變換，好危險哦！跟行流台時間，做唔得行到牙後背呢。唔係，你睇無影腳動厲害呢。唔過，我都要抽個天賦台時，我就唔會，因為真嘅都唔一樣。係啊。嗰種我就覺得這不是怪癖，只是強迫症。像我嘅數開啊，我開嘅淡薄不用數嘅表現，我有同學來講，我嘅學殺嘅檢訪，結果真係好可怕。我嘅擘嘅寫。就本弄清楚，就按照個出版社，個書嘅態勢，韓國眼係對我背啊，故說很多大家嘅書規不是都是參差不齊，我的外面一定是平的，絕對。
你分类还分出版社啊？对，然后连那个按照性跟质啊家是讲，颜色。家是讲像我摆太多些，对你个出版社冇用给你用干啥？我就是对最外面啊，古种啊，看到我的那个书柜像在书局一样，看到是平的，平哎。然后韩国买朋友家是来买不卡，我要借某某某说第2层的右边书在第3本。跟你应该算落去英文就根本有你爱见报，有你听同的东西哦。可能将枯叶张不安呢，系啊。哇，古时候就是阿中古嘅不算小怪癖，CB man。对，跟阿小凤也嘅怪癖係嘛嘅？頭上不如講睇咧啊，我就喜歡假酸頭，好，嗰係用阿爸動命命死命命，我會停不下來。數千啊，沒數千啊，就講我不能一心一用。就比如講，我試茶誒，然後看個鮮的有一點肥咗，我要調一下，好，然後味噌之後擺喺度又要調一下，個數給加。就數東磨海。因為調整後當中得試茶。就一心多用啦，數停下來。啊，古手是同時進行哦。同時進行啊。同時進行試茶誒，是調。懂危險誒。懂危險，這個懂危險。我知道這不好，啊有被糾正。對，我被王太太糾正。不過我是算你啊件事情，王太太做得接受哦。佢冇辦法啊，係啊，因為捱煮啊，係啊。哦，你煮哦。係啊，捱煮佢就要食啦，係，他沒有辦法。哦，原來係咁咧。古時候其實像喺節目當中，就會來同大家來分享到自己嘅怪癖。其實喺你節目當中有一個隱藏版嘅後生，也就很多王太太。你52集，你有52集嘅節目，大概出現44。王太太很常被 cue。討論神法太些事情，按來神法太些事情就一定有王太太。對啊。隱藏人物，隱藏來賓。其實像按用嘅主題，真嘅我當上本主持人，想來分享一下。像阿權我眼就當上同他來分享，同本年用啥同款啊，也算怪癖冇。好啊。我去到那邊，去到有嘅面派所在有毛巾的地方，然後有毛巾纖維的嗰種哦。蓬纖呐哈。嘿，唔講去買家具的那個 IKEA，嘛個去那邊嘛個任何有賣毛巾嘅所在，我就會數字個就會按你名。你到底講落去，一聽要講到給塞到那個數字碰底部啦，指甲碰底部。給那個毛巾的香味，聽說會落到我個指甲碰底度。你怪人。呀，一聽就會怪癖，還怪人啦，因為人行啲咧到誒，那邊有毛巾咧，你要特地走過去。即係冇買，唔係嗰啲名行嘅當然水母以前聽說沒有名嘅樹帕，也係棉帕，隨便都可以。啊，真嘅冇咧。冇人會想辦法。摸襪子，那個毛線底的襪子。衫褲咩做的？那個邊邊有沒有？嘿，有東西都得幫我塞到我個指甲碰底度就做的。都怪哈。你聽怪癖啊？古時候也算怪癖。算。怪癖還係怪人。哦，那還好吧，嘅董振松啊。怪承恩。無限循環。真嘅懂怪。嘿，古時候像有啲後生人，就喺啲節目當中像暗用。分享自家嘅事情，分享自家嘅成分。係，嗰陣人就知道節目底度，親本人就知道，眼睛一亮嘅暗用嘅後生團係哪一種人，後生團底度有哪一種人本人就知道，同佢合作印象當中冇乜嘅共用哦。我知道印象最深嘅應該係北強。啊，北強。係，因為佢講法美好，專門有一種。人生座右銘，嘿，真嘅，金玉良言，很多張老師名言，係，然後灌輸心靈雞湯嘅嗰種感覺，對嘛？因為然後還有就係講，我當那個福記嘅嘛概念嘛，佢將來嘅下面吼，佢學法還要搶高欣賞，很認真做功課，到後來面吼，他把他母語的感覺侵進來，哇，係見公見孫，到後面面吼，佢已經。就自家看佢就做得講。我聽講一開始佢係用寫，我用配嘅。用寫嘅含拼音，然後一下來就一直問阿忠姑講，你今用嚟講，都保密咩吼，跟母語的感覺真的找回來。有上是第發種嘅時間，睇下啲嘅順稿，你如果聽到佢用客家講到，醫孫呢，就算係平常時凊彩可以講嘛，佢咩都得講出來。係啊，也就係經驗不歪，因為可能去職場上冇講到咧，好慢慢疏遠，他老把那個母語的感覺侵進來。對。係啊，所以我很佩服他。
给阿中古呢，有吃到马啥后生团体都有哪啥本英雄同城的？其實我知道北京咩本人英雄同城，除咗家嘅小鳳講到有兩年前有關，韓國係佢真係係一個表演力很強的一個人。哦，看佢講法，親像係做戲咁樣。韓國比阿小鳳韓較會做戲嘅感覺。知道冇講法就講法，冇做戲。你講法然後就兩三年係見講嘅鑼鼓人嘅，老愛上邊嘅人。哇！不過嘅行動字典咧，總北京兩三年就會講，佢講法時人就知道好像在說故事。佢係幫人家角色，就幫人家上人。幫什麼人就變上哦。看佢講法，真係懂神奇。我知道兩三年本來真相最深嘅，韓國嘅飛機，你就知道兩三媽媽真係冇簡單，佢會突夾嘅聲音，去認識自家嘅家鄉，認識自家嘅環境，認識自家嘅想法，就知道兩個媽媽喺我心目中完美媽媽。哇！古時候有檔節目真係唔但唱好畫面看起來賞心悅目以外，吼，客話又講到一點讚，韓國又做得有黏黏嘅娛樂性，對不對？也有教育性，包山包海教育性，沒全部都抵度哎。哦，古時候其實像阿權妹有上次我算是隱藏版的來賓嘛，對不對？冇當接最先，唔過我想來問一下，基本已經兩場就來到亞富起來咧，阿權妹嘅節目當中，而兩場對阿權妹嘅印象係嘛？哎呦，快睇好好講法哈！好好講法哦，我看一百就唔是來了。我以前講緊用嘅。哦，好啦，我先講啦。我知道我老阿權妹其實壽司沒有一段時間，我頭擺冇按壽司，然後讓他壽司掉，頭擺就知道哎，兩個係台灣好心球，就按嚟聽聽，就知道哎，按等一下好心球。經濟實惠型的。對，經濟實惠。什麼經濟實惠？我沒講吧。不過之前說是個200-300碼。就是效果。嘉總在節目上，然後發花痴哦，我最喜歡的男人是什麼類型的？我知道我嘅男朋友一定會對我好，我浪漫，我我說哇塞，整色呈現，就係我阿權妹嘅樣。顛覆我對阿權妹，我以為他就是一個實際型的。來給我只看到沒有？熊都會馬干，熊都在迪士尼的代表人物。馬干公主，小熊維尼。哪個小熊維尼？跟天使偵探不是關係。沒啦，一定在感動。你才史瑞克，你家全家都史瑞克，全家都史瑞克。小熊維尼很可愛啊，冇乜嘅唔好啊，你睇嘛。哦，小豬，我要吃哈尼。冇還是那個散發的感覺，你推票講，本來感覺你很可愛。可是小熊維尼懂皮呢？我冇講佢皮啦，係啊，係。迄個小熊維尼佢冇嘅人都嘛講通齒骨係嘛？我要通齒骨，反齒骨，我通齒骨真係太奇啊！太奇。我要好冇？熊啦，係啊，佢前面韓國嘛講係嘛？佢前面講係小熊維尼嘅小豬唔係嘛？係啊，我講小豬比小熊維尼好一點吧？差不多，沒有好到哪裡去。你六場這幾懂高分有沒有按呢啊？不是熊就是豬啦。真的是吼，古早人看要得後上癮吼，按翻條，雖然講吼，要得吼有笑一下阿權妹吼，不過其實吼，我這種按用嘅方式，真係本大家懂得娛樂性大家，後上癮向下來討論嘅感覺，前面一啲啲嘅時間，再過來同大家分享一下。算了，後上台上我唔嘅時間來播出。好，再留觀眾朋友來講下，就係2個禮拜五，10月19號起始，大閘拜五晏晡頭9點，天出愛來收看後上台上講，有花太假個。大家有看到吼，也兩場後上癮有幾翻跳誒，古時候大家天出愛來準時收看呢個新節目後上台上講，做得看到無窮樣嘅後上癮，無窮樣嘅阿權妹吼，我唱大家敬請期待。好，今日節目就到呀，什麼阿小鳳，什麼阿中古。謝謝，咩什麼各位電視機頭前觀眾朋友嘅收看，休息一下，接下來做運動了。